埔五关市的柔道锦标赛，伫台中的尚德国小来举办。讲受到奥运的国手杨永伟的鼓舞，今年参赛是真踊跃，有700外的选手参加比赛。 2022中部五关市柔道锦标赛伫台中尚德国小场场，有700外位选手报名参赛。我们在去年奥运，我们杨永伟选手有银牌以后，我们其实，在柔道人口上，其实越来越有小朋友有兴趣，他觉得想要去了解柔道这个运动。 今年已经是举办第19年，受到去年杨永伟伫东京奥运摕到银牌效应，互选手拢更较认真看待击败比赛。大概知道自己缺乏什么，然后也大概知道跟高中生摔可能要采取比较积极的进攻模式。对，因为如果跟他们就是僵持体力的话，到后面会比较吃亏。 透过比赛，互选手有发挥实力的舞台，来提升台中柔道基层的发展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